都已经花钱了，还没有椅子可以坐，是站票。哎，人呢？老王，人呢？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蓝星乐团的音乐哦。那我们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族群，然后大部分都是屏东、台东这样子。然后我跟少华说了，我们是卢凯族，然后也是屏东的卢凯族这样。然后我们也有台东的人啊。这边两位，右边这两位是台东的阿美族这样。目前2-2。老板，下半场我们可以灯光暗一点吗？那边摇滚区的，这样他们才敢站起来。对。希望两旁的观众可以一起跟我们共同响应这个地球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桌子往旁边撤了。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耶！摇滚乐就是这么开始。对，好。我们这边就稍微按一点电光处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你们慢慢移动到中间。你们移动的时候，我们顺便讲一些话好了。可以往前没关系，不要上台扯破我的衣服就好了，因为我的衣服就这4件。阿亮都说唱摇滚要听下去。好，如果坐下的观众被挡住的话，就辛苦一下你们的耳朵了。接下来这首歌不简单，全世界最嗨的歌。这首歌一唱，哇，我的天哪！都睡，包准了。Wonderful， 这个英文字就是发明在这个时候。第2首马上坐下。看一下，好了。怎么感觉像来到某个音乐季的现场？摆手下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写的。想要的感觉，就大家应该很期待是一个嗨歌。就我们先来那个缓缓的进入，然后这首歌是我跟阿廖一起合作的，他写的那个词，他写的曲，然后我做的词，对。然后这首歌大概就是在讲那个，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事这样子。大概是这个意境。好，这首歌就叫《想要的感觉》。然后在唱《想要的感觉》之前，要干嘛？好，就我们大家一起配合哈。如果你有手机的，你给它弄亮光也可以，灯光。耶！再慢一点。我们还有10分钟就。接下来我们要玩躲猫猫了。还有10分钟我们就要倒数了哈。新年快乐啊！为大家带来想要的感觉，拍手加尖叫。跟着音乐一起慢慢的摇摆。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也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经过，才能够拥有，才
然间发现，我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。